2026年3月8號，為咗配合紅磡站同尖東站中間嘅路軌嘅改道工程，當日港鐵屯馬線由烏溪沙同屯門開出嘅列車都會以紅磡為終點站。呢條片就會帶大家一齊睇下當日屯馬線嘅行車情況。往紅磡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乘客落車。前往紅磡的列車即將到達，請先讓車上的乘客下車。 The train to Hong Kong is arriving. Please let passengers exit first. 於正常情況下，屯馬線只有少數於凌晨開出嘅班次會以紅磡作為終點站，除非有特殊情況。如果唔係，以後都好難會再見到喺日間以紅磡作為終點站嘅列車。請小心列車與月台間之空隙。請小心列車與月台之間的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 between the train and the platform. 廿9 D407 D408前往紅磡片段。下一站紅磡，乘客可以轉乘東鐵線。右邊嘅車門將會打開，右邊嘅車門將會打開。Th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right. 請緊握扶手，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紅磡站月台、2號月台及3號月台嘅標示有所變更。大堂嘅地圖亦都已經改變咗標示。廿9 D411 D412 駛經紅磡體育館下面嘅路軌。於正常嘅情況下，往屯門嘅列車會喺左邊嗰條嘅路軌駛過，但係當日列車喺右邊嘅路軌駛過，再喺尖東站前面嘅導線去返左邊嘅路軌。而喺列車入邊嘅視覺就係咁樣嘅，同樣係假遷9 D411 D412紅磡往尖東嘅片段。
煙九列車 D347、D348駛經紅磡體育館下路軌嘅片段。千九列車 D359、D360駛經紅磡體育館。而喺何文田一側，於正常情況之下，往烏溪沙嘅列車會係喺左邊嗰條嘅路軌經過。當日嘅列車亦都係使用右邊嘅路軌經過，再穿過紅磡及何文田站之間嘅道線，返去左邊嘅路軌。千九列車 D343、D344穿過紅磡及何文田站之間嘅道線。煙九列車 D343、D344由何文田一側駛往紅磡。而紅磡站前往何文田列車內嘅視覺就係咁樣嘅。千九列車 D385、D386紅磡至何文田行車片段。請緊握扶手，請緊握扶手。Please hold the handrail.
可以轉乘觀塘線。下一站何文田，乘客可以換乘觀塘線。Next station, Hermantin.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Kwantong line. 天九列車 D373、D374 前往紅磡片段，當中包含往紅磡作為終點站廣告。今日特別車務安排，本班車以紅磡為終點站，往屯門方向嘅乘客請到對面月台轉車。Special train service arrangements are in place today. This train will stop service at Hong Kong. Passengers for station towards Tuen Mun should change to the train at the opposite platform. 最後多謝大家收睇上新圖社嘅影片，我哋下次再見啦。